大家好，相信唔少朋友都有收睇上星期日晚係無綫首播嘅女神配對計劃，其中關嘉敏同姜大衛兒子姜卓文嘅甜蜜互動，同樣都相當吸引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姜卓文在出場前拉票話：拍拖對我嚟講好簡單，真誠溝通，由頭到尾都係做自己。我相信無論邊個揀我都好，我哋都會玩得好開心。其後自我介紹是星二代，也表明爸爸是姜大衛。森美更即話他是優良血統，因為好多人都知道姜卓文父母都係資深演員，而佢都係出生於演藝世家。關嘉敏即急不及待按燈表示對姜卓文有興趣，仲直言覺得姜卓文好吸引，希望佢可以揀自己，隨即引起全場譁然。而網上有啲朋友都大讚關嘉敏果敢率直、豪爽又可愛，完全唔作狀，係一個敢愛敢恨嘅女仔。而關嘉敏之前因扮譚輝智而爆紅，有人問她對女神配對計劃可有影響，她表示十分擔心，有啲男士以為她係男仔頭，其實私底下她也有女性溫柔的一面，但二人都係唔相信。之前在海選時搶盡人氣的姜大衛兒子姜卓文，眾望所歸在第一集強勢登場，還即場以流利普通話及英語爆 rap， 令現場女神蛙聲四起。而關嘉敏更直言自己鍾意聽 rap， 李子晴也隨即撳燈。在三人輪流拉票環節中，關嘉敏更大爆二人原來早已在友人聚會見過面，不過當時沒有太多交談，如今在節目上見面，他覺得是緣分。一早擺明車馬力追李子晴的姜卓文成功 number 掂他。李子晴其後還說：我心跳得好快，我係比較慢熱嘅人，如果他們要認識，可能要姜卓文 lead 住佢啦。在姜卓文正考慮緊要揀選邊個女仔時，李子晴和關嘉敏都顯得有點坐立不安的感覺，但最終姜卓文話鍾意主動少少嘅女仔，所以佢選擇咗關嘉敏。當關嘉敏上前幫姜卓文戴上心動頸鏈時，他怕醜得再大聲叫姜卓文唔好望住佢，場面非常溫馨浪漫。而網民都大讚姜卓文的確係優質筍盤，談吐大方、高大威猛、勇敢主動，又識煮嘢食，又識氹女仔，同埋家庭背景相當唔錯。講返關嘉敏，之前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，主修商業文憑，曾參選 Face A Star 大專校花校草大選，已考獲中國舞10級，也曾得到校際舞蹈節金獅獎和香港舞蹈公開賽冠軍。2021年4月成為無綫電視基本合約藝人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